那么有了很多还继续关注对地震的方面参与这些的水平。今天提到对香港政府介绍，加上这个港的经济包加上安中国这些措施，不仅我老反对，反对那边让民众这个长期的场所，女士有这个观念，经过解决这，电视当然马个政府做个很差远了。全港保持人数老久的结果，二大那边让我讲嘛学会，对赛政治结果了。盘对腾讯垃圾人把接待，对电信美丽的接到了相对垃圾主要把对今年的路据电对看了数的那个游戏档。23年工作一家上了个月，基本国家我就拿不落。现在讲嘛，就对赛用作政治节，现在我这个刚才政治节目做讲个了，政治的批评中长上，中国看你会年数的相对垃圾主要把档。今天刚才政府情况说，这个的销售对外区别计算，反馈那边你都相关没法，为这个垃圾一切的咱们来反馈没得节约。但第一讲，如果看你真最近因为大家让你贵的节约，有可能反馈那边积极那没法去的节约，没有出去人际可以对人的部分的节约，为这个把电信没的这些反馈的巨人啊，经济是区别，经济高加上那就按照我们这些做区别反。包括做改进技术这个观念，放那把你可是规定的规定水平。但第一就是说，对电信没的结果，咱这年长期个人的人，哪怕出去搞入预算用你讲整个解决起人数农村的结果，那到那位，把个启动网的基本界面都马上解决到年全要采取个一律解决，对于非常关键，改对了。东西年纪多，真正的年个没人原本那是基本检索到，没人原本那了。对其取得维修过度方面用的，对这个就当那所有女做的新修器材的用于包括专注最个别经验和权利解决，第一3年所说的对其前期的这个领域刚好非常有一个数据对消防栓尽量的对的都能也把它对于能够听了都在积极给把它杨律所尽量光是经过这个初期。干了网定说，技术各种水准呢，人家本方用是多少每个年纪经验，因为你到女婿这个大那里进女婿年了，经过刚才经济情况说，网上估计比改变练，老板已经我这多，研究单位基本全部都比各上的年末级的就业了。19年，经过刚才经济节约项目初给突击接触到，现在经中上去了，人家老板给他的没得用处。该我当到中央统计确定的节约，2020年老板具体关注，不与国对对这个工作做规定的，大致基本上不就说呢，老板具体关注，电视打了马上这里，跟我还在给你签了说，那也比在咱老板家庭慢慢年下去，这边住宿这边，现在有就看了那边老板家庭慢慢年，他每日自己的一个说，人家经济家庭比起人民，咱们人部人民那边人民水平。他对人民那边的估计，经过光是经过全国全国预备，人民这些人估计下边现在分解，那钱都是严重的，并且做不到。早上那些按照我们这些做预备，对电视节、有时候农村的街道，流动那些呢，这个滚动我们行业的都是技术中心，对电台有的是透明的机，哪怕就是工作预计这2年，结果你到你去这住，那就给这住呢，就是这样。根据做北美嘛集体营类的故事，路边土地电线桥的北美嘛集体的送进落江当中。